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Kiki， 今日為大家介紹葵涌區熱賣盤 iCity。首先為大家介紹華麗嘅大堂，24小時酒店式管理。上一樓平台睇睇呢個多元化園林平台，18000尺，配備多項設施，可以提供互動同埋社交嘅空間，成就無限嘅機遇。呢度有24小時嘅健身室，同埋有個空間可以玩瑜伽嘅，同埋跳舞。有50米嘅步行徑，呢度好寬闊嘅觀賞池欣賞。行過嚟呢度就有一個無敵嘅打卡位啦。我哋再行過嚟睇睇，呢度有一個聚餐嘅地方啊，又可以燒烤嘅，亦都可以唱下 K。入面都有個模擬高爾夫球場嘅喎。呢度有一個 Air Stage， 可以俾用戶開一啲講座。場地係免費㗎，採用積分制度。呢度5分鐘生活圈，完善交通網絡。大約半小時就可以去到每個關口㗎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睇示範單位。呢個就係珠寶首飾概念嘅工作室。每戶有獨立洗手間，發展商亦都會送電熱水爐㗎。呢個就係皮革概念工作室。呢個單位係安裝咗一個層架，係非常之實用。我哋睇睇咖啡概念室。呢間就係時裝裁縫工作室，而呢一間係做咗白色層架嘅工作室。有興趣可以聯絡我 Kiki， 多謝收睇，拜拜。